市政稅收法，如果不繳納財產稅，市政局可以擁有該土地嘅所有權。省級調解委員會 The Provincial Mitigation Board (PMB) 喺市政稅收法中嘅作用有限，市政當局必須獲得 PMB 嘅同意，先可以進行所有權訴訟。但係如果喺緊接6個月通知之前2年內未交稅，或者評估價低於17,500蚊嘅空置房產，則無需徵得 PMB 嘅同意進行所有權嘅訴訟。喺 PMB 參與之前，註冊土地所有者應直接向市政局交稅，以避免失去土地嘅擁有權。因為 PMB 喺市政當局向 PMB 申請同意之前冇任何作用， PMB 亦都唔會參與確定所欠嘅稅額或有關評估嘅爭議。PMB 嘅作用係土地擁有權合作，制定每月付款計劃以償還所有欠款。如果未收到註冊所有者嘅答覆，則通知利益相關者，並為其保護利益嘅機會。如果未制定或未保留註冊所有者嘅付款計劃，並且冇利益相關者提出繳納付款，則 PMB 將通知市政局當局表示同意並完整檔案。呢個時候，文件已由市政府掌握，有關文件嘅任何諮詢必須直接向市政府，並非 PMB 提出。